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地圖顯示霍爾根位置。霍爾根坐落在風景如畫的蘇黎世湖畔。霍爾根小鎮坐落在風景如畫的蘇黎世湖畔，完美融合了自然美景、悠久歷史和充滿活力的當地體驗，為你帶來難忘的旅程。霍爾根擁有眾多隱藏的寶藏，定會讓你的旅程更加豐富多彩。簡介：自1230年以來，霍爾根一直是南北交通樞紐。漫長的歷史為小鎮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和經濟印記。如今，這座重要的地區城鎮擁有18000名居民，是生活和工作的理想之地，同時也是區域休閒和旅遊勝地。霍爾根概覽：由於毗鄰蘇黎世，這座位於蘇黎世湖畔的小鎮風情萬種，既能滿足當地居民的需求，也能滿足遊客對都會生活和娛樂的嚮往。霍爾根同時也是一處寧靜祥和、氣氛為宜人、民風淳樸的所在。主街是歷史悠久市中心的一部分，也是一條無車步行街。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霍爾根文化是瑞士新石器時代眾多考古文化之一。霍爾根文化
可能源自普芬文化，早期霍爾根陶器。與瑞士特曼地區更早的科爾泰洛德文化陶器相似，該文化以其主要遺址之一瑞士霍爾根鎮命名。年代：霍爾根文化始於公元前3500或3400年左右，延續到公元前2850年。樹木年輪的年代測定結果顯示，其年代範圍為公元前3370年至公元前2864年。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霍爾根歸正教會。分佈霍爾根文化的核心區域，位於瑞士北部和德國西南部，靠近博登湖，但範圍可能沿着萊茵河向北延伸更遠。它可能與法國塞納、雅茲、馬恩文化有關。相關遺址包括霍爾根、奧特里夫、上普雷夫、埃辛茨和蘇黎世。在蘇黎世附近蘇黎世湖右岸的費爾德梅倫、福爾德費爾德和梅倫，考古學家發現了4層普芬文化文物。公元前4350至3950年，費爾德梅倫遺址上隨後發現了5層霍爾根文化文物。公元前3350至2950年，在附近的梅倫，考古學家發現了1層普芬文化文物。公元前4250至4000年，隨後發現了3層霍爾根文化文物。公元前3300至2500年。霍爾根歸正教會。霍爾根歸正教會。
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霍爾根歸正教會。霍爾根福音改革教區。霍爾根小鎮坐落在風景如畫的蘇黎世湖畔，完美融合了自然美景、悠久歷史和充滿活力的當地體驗，為你帶來難忘的旅程。霍爾根擁有眾多隱藏的寶藏，定會讓你的旅程更加豐富多彩。簡介：自1230年以來，霍爾根一直是南北交通樞紐。漫長的歷史為小鎮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和經濟印記。如今，這座重要的地區城鎮擁有18000名居民，是生活和工作的理想之地，同時也是區域休閒和旅遊勝地。霍爾根概覽：由於毗鄰蘇黎世，這座位於蘇黎世湖畔的小鎮風情萬種，既能滿足當地居民的需求，也能滿足遊客對都會生活和娛樂的嚮往。霍爾根同時也是一處寧靜祥和、氣氛為宜人、民風淳樸的所在。
主街是歷史悠久市中心的一部分，也是一條無車步行街。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霍爾根歸正教會。霍爾根小鎮坐落在風景如畫的蘇黎世湖畔，完美融合了自然美景、悠久歷史和充滿活力的當地體驗，為你帶來難忘的旅程。霍爾根擁有眾多隱藏的寶藏，定會讓你的旅程更加豐富多彩。簡介：自1230年以來，霍爾根一直是南北交通樞紐。漫長的歷史為小鎮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和經濟印記。如今，這座重要的地區城鎮擁有18000名居民，是生活和工作的理想之地，同時也是區域休閒和旅遊勝地。霍爾根概覽，由於毗鄰蘇黎世，
這座位於蘇黎世湖畔的小鎮風情萬種，既能滿足當地居民的需求，也能滿足遊客對都會生活和娛樂的嚮往。霍爾根同時也是一處寧靜祥和、氣氛為宜人、民風淳樸的所在。主街是歷史悠久市中心的一部分，也是一條無車步行街。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霍爾根文化是瑞士新石器時代眾多考古文化之一。霍爾根文化可能源自普芬文化，早期霍爾根陶器與瑞士特曼地區更早的科爾泰洛德文化陶器相似。該文化以其主要遺址之一瑞士霍爾根鎮命名。年代霍爾根文化始於公元前3500或3400年左右，延續到公元前2850年。樹木年輪的年代測定結果顯示，其年代範圍為公元前3370年至公元前2864年。分佈霍爾根文化的核心區域位於瑞士北部和德國西南部，靠近博登湖，但範圍可能沿着萊茵河向北延伸更遠。它可能與法國塞納、雅茲、馬恩文化有關。相關遺址包括霍爾根、奧特里夫、上普雷夫、埃辛茨和蘇黎世。在蘇黎世附近蘇黎世湖右岸的費爾德梅倫、福爾德費爾德和梅倫，考古學家發現了4層普芬文化文物。公元前4350至3950年，費爾德梅倫遺址上隨後發現了5層霍爾根文化文物。公元前3350至2950年，
在附近的梅倫，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層普芬文化文物，公元前4250至4000年。隨後發現了3層霍爾根文化文物，公元前3300至2500年。瑞士霍爾根老城區。Thanks for your watching. Goodbye. 感謝你的收睇，再見。Video created by Stephen Liu. 影片由 Stephen Liu 製作。